大家好，喺呢條片入邊，我哋會快速帶大家睇一睇 Log360嘅安全分析儀表板。講到安全監控，情景真係好重要。安全分析儀表板會將你所有偵測結果集中咗一個地方，所以你只需要幾個點擊就可以知道發生咩事，同埋下一步應該點做。咁我哋點樣可以進入呢個儀表板呢？咁你喺 Log360 控制台，佢入去安全標籤，咁你就會直接入到安全分析界面啦。咁我哋繼續之前，記住要確保你嘅偵測規則已經啟用同埋設定好，因為呢度嘅分析都係靠呢啲規則嘅運作嘅。最頂嗰度你會見到有4個數字，呢啲數字會俾你一個按嚴重程度分類嘅偵測概覽。全部規則會顯示所有偵測總數，嚴重規則就會凸顯咗你絕對唔可以忽視嘅偵測，警告規則就係中等風險，需要你再詳細睇一睇。注意規則就會顯示佢低層次異常，基本上係早期警號。每個方格都會顯示偵測數字係上升定下降，咁你一眼就可以攞到有啲異常飆升。如果你想睇多啲詳情，只要踩入去任何一個方格就可以見到詳細分解，包括規則名稱、用戶、日誌來源，甚至 MITRE ATT&CK 對應，你都可以一睇就會出嘅數據。跟住講下儀表板小工具，喺指標下面你會見到一系列嘅小工具，呢啲唔僅僅係圖表，佢哋仲能夠從唔同嘅角度幫助你分析檢測結果，幫助你快速發現規律同異常值。我哋嚟逐一分析檢測流程，呢個顯示咗按嚴重程度劃分嘅檢測同警報流程，呢個係快速了解事態點樣升級嘅絕佳方式。用偵測策略小工具，你可以睇到攻擊者用咩策略，好似初始入侵、權限提升或者橫向移動，咁你就知道攻擊生命週期邊個階段喺你環境入邊最活躍。最近偵測就係你嘅即時資訊流，佢會列出最新觸發嘅事件，仲有啲詳情，例如規則名稱、用戶、日誌來源同埋對應策略。點擊入去任何一個偵測，你就可以睇到全部背景資料，有邊個參與，嚟自邊個系統、相關 IP、標籤，甚至有緩解建議。偵測次數最多嘅5大用戶。呢個圖表凸顯睇同偵測最有關聯嘅用戶。如果有個賬戶突然升上榜首，可能就代表被入侵或者有內部威脅。偵測次數最多嘅5大日誌來源，同一個概念，不過重點係裝置。呢個可以幫你揾出邊啲系統產生最多警報，咁你就知道應該集中加強邊度嘅防護。按規則排名嘅10大偵測，呢個係將最常被觸發嘅規則排喺次序。如果你發現太多誤報，呢個就好啱用嚟發現重複威脅或者微調規則。跟住就係偵測趨勢，最後呢個小工具會顯示唔同嚴重程度嘅偵測活動隨時間變化。呢個好啱用咁發現高峰、異常或者了解過往嘅模式。每個小工具都可以展開咁多嘅詳情，或者刷新一下，確保你嚟緊最新嘅數據。你仲有幾個好用嘅控制選項喺度，你可以調整時間範圍，分析任何自定或者預設時段內嘅偵測情況。如果你只想集中喺今日、過去1星期或者某個特定調查時段，呢個就好啱用。至於管理規則選項，可以直接帶你去規則管理，咁你就可以調整或者微調影響呢個儀表板嘅規則。咁我哋今次嘅安全分析儀表板導覽就嚟到尾聲啦。你見到佢可以俾你快速睇到重點，方便你快啲作決定。仲有啲小工具可以將偵測結果分拆成唔同模式同趨勢，仲有 MITRE 對應，俾你多啲有用嘅背景資料。總括嚟講，呢個設計就係幫你過濾雜訊，專注處理最重要嘅嘢。如果你想進一步了解 Log360同埋佢點樣幫到你公司，記住即刻聯絡我哋嘅技術專家啦。